美国农政府63个国家公园，当年拢有上亿个游客会去行大溪佚佗。不过即马全球暖化是愈来愈厉害，佫出现冰川扬起、火烧山、物种消失这状况。虽然拜登政府有编美金2亿个补助要来救生态，不过嘛是无法度阻挡这场危机。 22岁伯格曼毕业了后，伫只头路进前拍算行遍全美国各大国家公园。伊真爱冰壶，所以伊特别到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用4点钟行到格林奈尔冰川的阳冰湖。以前这季节沿路拢是冰封世界，受气候变迁引起的暖化效应的影响，冰川真紧就扬起。当地杰克森甲哈里逊冰川共款也面临天气造成的消退威胁。 Texting my friends like, oh, that's going to be us in like 50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come to no glacier here. 有关气候变迁事实是残酷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150年以来，格林奈尔冰川已经消退60%。若暖化状况无法度改善，这个冰川伫这个世纪末会消失无快，会重创当地生态系统。 另外，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国家公园有全美国上济古人跳仙人掌。虽然仙人掌天生抗旱，不过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酷化，在摧毁当地生态。科学家发现，仙人掌国家公园酷化为30年前就开始慢慢恶化，2020年了后，幅度真少了。 奇人跳仙人掌演化1、2个世纪，不过成长期真长，15年才会发芽10公分悬。在极度抗旱环境，较歹顺利活落来。A really big concern that we have for the long term is that if we're not getting young saguaros coming into the population, and if that trend continues, and if that trend is really as closely related to drought as we're seeing. Then, at a certain point, that we won't have saguaros in Saguaro National Park. 美国国家公园大甲原始是真出名，佫是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精神象征。气候变迁威胁毋但是居住环境，也关系人类文明的尊重。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